咁點解你哋一開始會揀睇香港隊嘅？都冇乜得點揀噶咯喎，你香港噶嘛，你喺香港啊嘛，咁咪睇香港隊咯。住就住香港，咁我唔睇香港隊，唔通睇中國隊 ？OK。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香港 Football News 嘅版主 Daniel 啊，好歡迎大家嚟到第44屆省安杯第一回合，香港隊主場對廣東隊。咁講足熱刺咧，就由6月嘅亞洲杯外圍賽啟德地標戰12碼絕殺印度開始，再去到李小鵬嘅登基之戰，作客孟加拉上演帽子戲法，絕殺你個絕殺，去到最後生死戰新加坡嘅一票難求，夢幻般嘅挫爆全場紅海。香港隊嘅球迷第一次挫爆5萬人嘅球場。老實講，即使已經過咗1個月，種種場景依然係歷歷難忘啊！老實講，包括嗰個新加坡嘅 PTSD。好，咁我哋呢條片呢，都係會同大家去問下各位球迷對於我哋前主教練西木嘅意見嘅。咁大家都知啦，我哋球迷對於西木嘅意見都係評價不一嘅。老實講，中意佢嘅就好中意，反對佢嘅就對佢恨之入骨。有人話西木佢呢個教練為我哋帶嚟更加現代嘅踢法，為我哋帶嚟更多嘅進攻板斧，但係亦有人話佢嗰套3中堅自由人根本就係唔適合我哋而家呢一套嘅港隊，而且佢嘅用人存在爭議，同埋佢嘅臨場調度更加係令到我哋喺亞洲杯出局嘅主要原因，話係不能夠原諒佢。好，咁事不宜遲，我哋就即刻去問下咁多位球迷嘅意見啦。想問你睇咗香港隊幾耐啊？我應該係由中學嗰時睇咯，即係大約7-8年前咯，中小學嗰個位置睇，7-8年前。7-8年前大概係1920年左右。睇咗10年啦。哦，10年。係啊。由15、16開始睇。就係15年嗰陣時港中大戰嗰個亞洲杯外圍賽啊嘛，就係香港隊不丹對馬爾代夫對中國嗰幾場波開始咯。睇咗10零年咯，10零年。哦，10零年，大概由13、14左右。由係對上一次俄羅斯世界盃外圍賽開始。哦，咁耐啦。諗下先，我由中學開始睇1、2、4，我諗都6至7年。我諗自從2022開始睇啦，即係喺嗰個亞運之後都開始睇香港隊波嘅，其實都睇咗，我諗今年都3、4年啦，係咯，3、4年啦，係咯。我一直都直播英港台會睇嘅，跟住今年開始考完 DSE 就每一場都有睇咯，就入現場睇咁樣咯。我一開始喺香港對伊朗嗰陣時，我就開始咗接觸呢個香港隊，同埋做佢哋嘅一個球迷。你睇咗幾耐啊？我諗我中學開始睇戲到而家。你中學真係幾時啊？即係6、7年暴動嗰時啊！我諗8年啩，8年都幾耐喎，係喎。我09年開始咯，係啊，超過19年都15年啦，都係啊，好多年。我睇咗香港隊，我06年開始睇嘅。哦，係啊，我係上年開始睇咯。想問點解會睇香港隊呢？嗰陣？因為嗰時睇香港波先，因為個教練就教港超球隊，咁所以之後就睇咗，即係都係支持翻香港隊啦。因為你香港個本地個球圈都唔係好大，所以你開始睇港隊就係因為中港大戰。咁中港大戰嗰時海報風波啦，同埋就係即係有個強烈嘅感覺，覺得要撐自己人啊咁樣。其實都係因為即係當時有嗰個海報嘅風波啦，同中國。咁就開始關注港足，跟住就一路睇到而家。始終因為自己喺香港出世啦，咁自己係一個香港人，咁我覺得支持翻自己嘅地區、國家地區係一件好應份嘅事咯。始終自己嘅地方隊啊嘛，咁同埋成日睇香港隊都見到，雖然可能我哋嘅實力咧都唔會夠其他亞洲隊勁啦，但係我哋每場都會搏盡咯。啲球員就算係香港嘅本地人啦，就算係入籍兵啊，都係我哋自己香港人會搏到盡啦，所以我係睇佢哋嘅精神咯，係撐自己人。係啊，我都係代表住一個城市，我覺得我身為一個香港人，我有責任去支持一個香港嘅運動、香港嘅體育咁樣，所以我覺得支持香港足球係一個好，我覺得我自己因為我自己都中意足球啊嘛，咁我哋既然香港有代表隊，我覺得我又有一球迷，我買張飛好平咁樣去支持下，我覺得係無可厚非。我覺得
我住咗香港10幾年，都冇支持過咁大嘅足球場，同埋即係咁多人睇香港隊，我真係好開心啦。同埋啟德嗰次啦，都係5萬幾人，真係難以置信啦。都冇乜得點揀㗎咯喎，你香港㗎嘛，你喺香港啊嘛，咁咪睇香港隊咯。住就住香港，咁我唔睇香港隊，唔通睇中國隊 OK， ？OK， 出得街嘅，出得街嘅。Channel，OK， OK，因為係自己長大嘅地方，咪會睇咯。因為香港隊冇得唔支持嘅，自己長大嘅真係冇得支持其他隊，我一定係支持香港隊嘅。咁想問香港隊對於你嚟講係乜嘢咧？香港隊好似一個即係身份咯，即係撐翻自己人咁嘅意義咯。其實我覺得個意義都好重大，即係譬如人哋話英國人會撐翻自己國家隊，咁因為國家隊個意義同球會其實好唔同。香港隊對於你嚟講係乜嘢咧？請問？我覺得就係我哋嘅身份嘅代表咯，身份嘅象徵咯，同埋我覺得係一種對於成個香港嘅人嚟講係一種凝聚嘅一個象徵咁樣咯。就係見到就算我哋近年可能經歷好多風波都好，但入到球場好多香港人都會凝聚埋一齊，繼續去為呢個地方打氣。呢個就係我哋支持啲香港隊嘅意義咯。我覺得係一個精神寄託咯，同埋一個身份認同，即係大於單純係足球賽事本身。係，即係香港隊對於你嚟講係一個表達自己身份認同嘅嘢多過競技層面嘅嘢。係啦，即係佢會無論踢得好唔好，都可以令到我作為香港人自豪咯。對於呢個身份，我會話係一個點講，一個精神咯。即係好多時候可能同朋友之間嘅話題都會圍繞住香港隊啊，又或者好多時我哋都會因為香港隊嘅一啲比賽結果而感覺到開心或者唔開心，一齊為佢哋打氣，甚至乎我哋輸波嘅時候都會一齊為佢哋失落咁樣。我哋嘅驕傲啦，我嘅驕傲啦，其實都係啊。咁每次出去踢都係代表我哋香港，咁所以係佢哋踢成點都好咧，我都覺得係我哋嘅驕傲嚟嘅，係啦。香港隊對於我嚟講係生命啦，一家人，同埋氣氛好好。香港隊對於我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 sense of belonging 嘅嘢嚟嘅，因為你屬於呢一個地方，呢一個地方佢哋嘅人係代表緊你哋去比賽，所以呢一隊就係其實係我哋嘅隊咯。你都應該一樣噶啦，冇意見。係精神咯，係即係我覺得係我自己一定要支持嘅球隊嚟嘅。香港隊代表香港啦，代表香港好多嘢啊，因為香港隊嘅話就咁請問有冇入過啟德睇港隊啊？有啊，之前對上嗰3場亞洲杯外圍賽都有入過。咁當然加油啦！係3場都睇晒，3場都睇晒。哦，3場都買到飛。哦，係啊，恭喜先！有，之前3場都有。3場都買到飛，係好彩。有啊，睇咗兩次。嗰2場係香港對孟加拉同埋輸咗俾新加坡嗰場。哦。有，都睇晒，每場都有。3場都睇晒，都有買到飛嘅幸運兒。係啊。我有2場，睇咗2場，新加坡搶唔到飛，不過我2個朋友就有搶到飛嘅。係啊。有啊，全部都有入過去啦。3場睇晒。係3場睇晒。呢個就必須噶啦。你都入？我係即係我哋有入啟德，同埋當時候喺啟德幫手都有幫手咯喺裏邊。即係你哋可能話喺啟德之前睇，即係見到人哋話喺裏邊已經準備晒啲嘢，咁其實我哋就係其中一個幫手嘅嘢咯。喺啟德都其實幾開心，希望可以再睇到啟德啦，好希望嘅呢個都係，絕對係。3場都買到飛睇晒。好榮幸有班翻 office 嘅人可以幫我哋買到飛，呢個好榮幸嘅呢個就樣就麻煩 P 呢個冇啲咁嘅事。我入晒3場啦，嗰次亞洲杯3場我都入晒嘅，都係睇晒3場。請問你點樣睇我哋球迷所講嘅啟德之痛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點講咧，我哋其實個表現由喺孟加拉絕殺嗰場已經唔算太好噶啦。咁點講咧，即係其實有少少預料之外啦，當然好唔想發生啦。咁但係既然發生咗，咁應該係向前行咯。可以睇下譬如未來嘅計劃點樣可以繼續幫助香港足球，點樣去繼續去成立啲青訓啊咁咯。咁你話啟德個痛咁
個影響係好大，好震撼咯喺嗰刻，因為呢場咁重要嘅賽事輸咗，咁亦都個差距唔可以話好大啦。而新加坡嗰個賽前亦都個排名低過我哋啦，咁係有啲震撼咯。同班 friend 一齊睇，咁傷心完一輪都冇辦法，咁即係今日都會繼續嚟撐香港隊咯。點睇啟德之痛咧？我啱上嚟都有諗緊，即係其實好傷心嘅。當然輸咗場波，我哋即係原本有希望可以再次打入亞洲杯，即係個希望其實都幾大嘅。但係輸咗場波，梗係好傷心啦。但係因為諗翻一兩年咧，呢個希望都俾咗好多經歷同埋一啲好好嘅回憶啊！就係即係例如可能因為呢一次嘅亞洲杯外圍賽，第一次同港隊去新加坡作客，去過其實唔同地方作客去支持港隊，又中間孟加拉雖然冇去啦，但係作客孟加拉嗰場波又曾經俾咗一個好大嘅希望同埋信心我哋咁樣。所以其實諗翻起呢個回憶，同朋友一齊經歷呢件事，我覺得都係好開心嘅事情嚟嘅。真係好痛好傷，即係距離下再踢多次亞洲杯爭咁近，仲要自己領先在先，但係最後就拱手相讓咗將呢個機會。係可惜嘅，但係都好開心見到有47000幾人一齊入場，同我哋一齊支持香港隊。因為我歷史上係估唔到嘅，即係以前啟德體育園未開嗰陣係每場都可能得7000、8000人，但係忽然間見到4萬幾呢個人係好震撼咯。所以就見到即係雖然係輸波有啲唔開心嘅，但係見到咁多人入場支持香港隊都好欣慰咯。好事。希望再繼續啦，即係都明嘅，即係始終喺重要賽事失利啦，咁都會有球迷會失望，或者可能甚至因為咁就冇咁睇香港隊波，但希望都會可以繼續 keep 住啦。咁大家多啲支持啦，希望都可以再支持香港隊。啟德之痛咁，其實都有開心嘅。咁我哋由42000、45000去到47000咁樣，越嚟越多人去支持我哋嘅啟德比賽啊咁樣。咁痛係一定痛啊，咁但係我哋都叫做捱到最後一輪先有個絕望，我哋都唔係一開頭就輸俾印度，我哋都去到90分鐘1-0咁樣都係好振奮咯，我哋係一個足球嘅進步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嚟緊再進步咯，我哋省港杯支持多啲比賽咁樣咯。難以置信。每樣嘢都要成長嘅，咁新加坡始終佢哋有成長到，咁佢哋對波本身由150幾，跟住又有好多政策令到佢哋對波可以繼續去成長。咁其實我覺得一個過程咯，每一隊波一定有一個過程㗎啦。香港隊以前攞咗東亞杯之後，咁其實都有一段冰河時間。我望就望，希望呢段時間唔係一個冰河時間咯。係啊，去唔到沙特都唔開心嘅都。踢波一定有贏有輸㗎啦，咁你冇輸邊會有贏咧？即係每一場比賽完咗啦，就完咗，睇下有啲咩進步，做好調整，下場踢得更加好咯。我覺得可以吸取一個教訓咯，即係大家都覺得係一定會出到線嘅，但係咁個事實係個冷水淋落嚟，就令大家睇清咗個事實㗎啦。咁希望之後可以提升翻個實力咯。有贏有輸啦，少少波幅一定有啊，遲啲就會繼續好啊。咁想問你覺得啟德之痛點樣影響我哋香港足球嘅未來咧？即係可以係話一個前車之鑑咯，即係我哋今次犯過咩錯，可能教練上嘅部署啊，或者球員嘅選人方面啊，咁下一次可唔可以能夠點樣做得更好？可唔可以培養一啲新一代去，即係唔好再依賴一啲入籍兵啊？點樣去為個長遠發展咯？始終我哋譬如睇緊友誼賽咁樣，唔係就係 aim 講緊即係用一啲30幾歲啊30蚊嘅入籍兵，有時即係唔好話入籍兵啦，佢哋都係香港人，但係即係有時要長遠咁睇，譬如我哋下一屆嘅亞洲杯係4年之後，世界盃外圍賽係唔知2年之後，咁呢啲都係幾年之後嘅事，而唔係即係聽日發生嘅嘢咯。即係有啲人會覺得話輸咗場波，香港足球就會進入呢個冰河時期啊，或者啲人就唔會再支持港隊啊。我覺得唔使咁灰心嘅，即係香港隊本身就唔係一隊話好強嘅球隊，即係打唔入亞洲杯呢件事都已經50幾年都係咁樣㗎啦。但係如果要支持香港隊嘅時候，其實唔係因為個成績所以去支持，而係我哋見到入到場嘅大家仲喺度咁積極、咁愛呢個地方、咁愛呢隊球隊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經歷即係就算有所謂有啲可能山客，可能有啲因為啟德呢個場地所以先入場睇港隊嘅朋友都好，但係可能經歷過呢幾場波，就算最尾個結果唔係最理想，
但係你都感受到我哋嗰個氣氛、嗰、個打氣嘅感覺。其實我覺得都係會有更加多人去支持香港隊，香港隊都會即係繼續凝聚到唔同嘅人咁樣咯。我希望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咯，因為即係啟德呢3場都吸引多咗好多我哋叫生客嘅一啲新嘅港隊球迷。咁希望可以即係唔係真係一個單純嘅失敗，而係都令到人關注咗之後，可以 keep 住再有下一個機會爭取入亞洲杯咯。啟德之痛點樣？我會話點講咧？啟德之痛，我令呢場輸咗嘅落敗咗嘅波，令到更加多香港人留意咗港隊啦。咁我希望可以趁住即係雖然好抽出嚟講我哋輸咗啦，咁但係希望可以 raise 到大家對港隊嘅留意咯。我覺得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想踢波啦。首先，咁更多人睇到香港隊，咦原來係有咁多人撐嘅，有咁多球迷，亦都可以喺國際賽事都可以有一席之位之下咧。咁希望多啲年輕人都會再踢波啦。咁我哋越嚟越多年輕人踢，咁自然咧都會踢得越嚟越好咯。希望香港隊係啦。我覺得咁可能有部分係勝利球迷啦，但係我覺得佢入到嚟現場支持都係一件好事啊。咁我見到今日我哋就算啟德之痛完咗之後，我哋嚟到現場都好多人支持省港杯啦。我對比之前第一次睇友賽嗰一場，我記得係淨係呢個位嘅就係今日係成個下半場都係好多人咁樣，係一個進步嚟嘅。我覺得而係要累積咯呢樣嘢，唔可以話突然間爆晒香港大球場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咯嚟，佢吸引到更多人去睇香港足球。我覺得過咗啟德之後，好睇大家點樣去凝聚翻，去繼續去支持每一場波。以往可能話睇大球場啦，近近地呢度啦，其實可能都係1000零、2000、3000咁樣。但係其實你今日係一個7000人，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進展咯。冇嘢可以係一步登天，慢慢嚟啦，繼續喺度。記住咯，記住每一次嘅痛，幾千人、幾萬人一齊喊過咁樣，咁下次就會更加有呢一個動力去嗌大聲啲啊，去支持我哋嘅地方咯。唔好做啟德球迷咯，即係好多波其實都係香港隊，都係代表緊香港嘅，唔係淨係話啟德先係香港嘅波咯。大球場都係香港嘅波，旺角場都係香港嘅波。咁啟德個炸魚薯條都好食噶嘛？真係好食嘅炸魚薯條。類似足球。唔係啊，類似足球都係啊，類似足球都係。有冇類似足球嘅問題啊？你有冇病搞我？你有冇睇晏晝女子隊喺九龍灣嗰場啊？我冇。喂，點解唔去睇嘅？免費喎，點解冇去睇嘅？睇直播，我有睇直播。OK 啊，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啟德嗰場如果贏到嘅話，其實我哋之後個足球發展咧係好好嘅，因為我哋始終有大賽踢咧，咁可能各個部門啊或者政府可能俾啲 support 會多啲，但係而家輸咗咧，我諗都係要靠我哋自己球迷去努力入翻場，推高翻嗰個入場率先咯。係咯，同埋繼續努力咯，因為嚟緊有亞協聯啊嘛，應該係亞協聯咁應該可以好啲咯，再。佢力即係因為踢得多啲咧，咁佢其實因為要夾啊嘛，有時好似睇到佢哋唔係好夾咁咧，咁啊可以再夾得好啲嘅話，應該成績會好啲嘅再。咁最後一題，想問你點睇我哋嘅前主教練西木咧？韋斯教練其實我覺得佢帶咗俾我哋一定嘅元素嘅，即係我同啲 friend 成日都討論，佢帶咗俾我哋嗰個三後衞嘅陣式啦，又嗰個自由人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現今足球嘅變化都係大同小異嘅。咁譬如其實盧比道嗰套嘅戰術啦，喺東江嚟講，其實都有用，即係啲人即係評述員都話有用到呢個自由人嘅系統啦。咁再睇下有咩變化咯，係幾新穎嘅。咁但係我認為效果上面同埋用人嗰個效果可以比較更好咯。即係而家佢有手上嘅人腳。唉，其實呢個真係問題真係好難答啊！即係其實我唔係話好唔中意佢，我唔係話叫佢勾嗰啲人嚟嘅，但係如果就足球就係一件好成王敗寇、好講成績嘅一件事。即係如果佢最尾一個場波唔係半場、下半場即咁樣嘅話，如果唔係佢可能個調動可能早10分鐘開始換人嘅話，其實可能嗰個評價已經好唔同，可能佢 keep 到上半場嗰個成績同埋嗰個戰術嗰個比賽嘅過程嗰個場面嘅話咧，其實可能大家對佢嘅評價已經好唔同噶啦。所以我覺得足球就係一件好成王敗寇呢件事，佢冇辦法，佢輸咗場波，佢就要承擔呢個責任咁樣咯。
我自己就對於佢嘅戰術用人等等都不敢苟同嘅，咁所以都好期待今日開始由盧比道開始領軍，亦都希望佢可以坐正，因為過去2年佢帶東方都俾咗我好大信心咯，我覺得佢喺用人方面。祝佢好運啦，祝佢好運啦。我覺得韋斯活有好有唔好嘅，咁佢係一個好創新嘅教練啦，咁可能有啲戰術啊方面香港隊咧係好難以去適應，但係我覺得佢個理念係好嘅，不過咁始終喺大錯失利啦，我都明佢要去承擔翻個責任嘅，係咯咁樣咯。希望佢有個好嘅生涯啦嚟緊，再見啦，再也不見。係我自己中意安達臣多少少嘅，因為佢雖然都係輸嘅，不過佢起碼有個戰術體系，佢識得去逼搶，佢識得去話俾我聽對波係做緊一樣嘢咯。但係我覺得 Westwood 咧，我而家唔評論呢一個教練啦，因為佢第一個嚟即係第一場啫嘛。但係去到前場都係好似唔知做緊啲咩咁樣，同埋又係好非常固執嘅一個人啦，即係好中意玩自由人啊、三中堅啊嗰啲都係擇善固執啦，形容得係好少少啫。我都覺得好好嘅，不過咧佢要真係作出啲換人啦，同埋希望佢去到第二度咧，都希望佢加油啦。點睇我哋嘅前主教練韋斯活咧？呢個交俾我啦，呢個。Westwood 咧，其實係咪真係教得差咧？我自己覺得一般嘅，唔係嘅。佢雖然佢係唔識變通，但係我自己覺得佢唔識波啫。係啦，我唔識波啫，可能可能我唔識波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佢都盡咗力咯。佢有帶一啲可能話英式嘅傳控嘅嘢擺入去港隊，但係奈何地佢唔識變通咯。我自己覺得係，佢係教得唔差嘅，佢係。我覺得係你唔識波啫，即係佢做得港隊嘅教練，即係佢基本上係足總覺得佢係最好嘅人，而球員其實都係跟 under 佢一齊踢得有一段連勝嘅時候嘅。咁我覺得總會有高有低嘅，咁一兩場咁樣失敗又唔代表係啲咩嘢，我又覺得佢係值得更加多嘅時間。不過 anyways 都已經過去啦，咁係期望嚟緊新嘅教練可能有更加多嘅時間去發掘一啲更加年輕嘅球員去做得更好，踢得更好咁樣咯。我覺得佢唔係唔好嘅，但係佢有啲方面咧同啲球迷即係個意見方面係有啲摩擦，有啲摩擦咯。佢嘅功勞係有嘅，但係佢好堅持咯，佢嘅己見咯。我覺得佢有啲自大嘅，同埋唔係好識同球迷交流啊、相處啊嗰啲，就覺得好似自己好巴閉咁樣，好巴閉。今場賽果少少失望啦，不過都難踢嘅。我見大家都知可能廣東嗰邊隊啦，都出啲年輕人，咁見到佢哋嘅速度啦，都係快過香港嘅。咁雖然打多2個人都打和啦，不過係有啲可惜嘅。不過即係始終第一場啦，新教練，咁希望佢哋再打得更好咯。下一場係今日嘅賽果就我覺得上半場好好啦，1-0，跟住下半場雖然即刻輸咗2球，係咪輸咗2球先啊？我記得，跟住就再12碼追翻啦咁。但係去到後半段咧，其實輸到2張紅牌嘅時候咧，我哋即係贏緊2張紅牌，我哋9打11嘅時候，我覺得我哋前場可以再做好少少啦，唔好浪費太多，因為龍門球佢哋明知呢班係都冇乜球品嘅時候，喺度浪費時間嘅時候，咁我覺得可以喺個戰術上邊可以再壓前少少都可以無可厚非。今日嘅賽果其實少少失望，因為我哋75分鐘嗰陣時打少咗2個人。15分鐘都入唔到波，咁真係少少有少少失望。同埋佢哋都好盡力啊，好即係又可以撞又撞得，又鏟得，其實難以置信，真係。點睇啊？和咗咯，係和咗，係咪？睇大場睇。嗱，公道嘅省港杯咧，有紅牌咧已經係好好噶啦，基本噶啦，即係冇紅牌嘅省港杯唔係省港杯嚟嘅。咁至於你話賽果就好慶幸省港杯係冇作客入球啦，咁2-2咪下個星期贏翻佢哋咯。省港冇雞。2-2咧，但我諗好多人都未必會接受，但係
一步一步嚟啦，係咯。你今次你主場你冇輸，其實已經係我覺得做得好好噶啦，已經係好仲有一場咯，仲有一場希望可以攞翻我哋應該要有嘅嘢咯，係咯。省港杯本身我哋贏得多啲啊嘛，理論上好似唔係咯，唔係咯，唔係。啊，唔好意思啊，收翻，收翻。差唔多應該係唔係省港杯係佢哋贏得多啲。咁下一場點樣咧？下一場嘅我都已經帶埋出嚟㗎啦，下一場嘅我已經帶埋啦。做下波衫，你哋當需要，但係呢個一定要。唔係日版，因為會買戲。點解你會有呢件嘢？我照着呢件多啲啊嘛。你下場唔着翻下場波衫邊度得啫？啱先，我有冇道理先？有啊，但係得你一個着白色，我袋住先啊，所以我邊咁攞出嚟啊？一攞出嚟嘅呢個，即係廣東嘅，我出撚晒事啊！廣東傻閪。今日嘅賽果，我覺得70分咯。因為始終打多兩個咧，應該係要贏波嘅。不過個流暢性有嘅對波係啦，但係都睇埋次回合要點樣贏佢哋咯，贏廣東咯。呢場我就覺得可以嘅，但係就打多兩個嘅時候就應該再 stable 啲咯，因為有陣時佢哋太快嗰個起腳咧，就有陣時會太過急啊。因為你打多兩個，你就可以再慢慢做啊。咁啊，下回合再努力咯。盧比度都輸9-0啦，咁唔通我作為一個東方球迷，我去鬧翻佢轉頭咩？咁唔係啊，你攞全部唔係即係我覺得我哋睇波咧，成日都好老實講嘅，輸波就鬧，輸波就喺度係咁講，咁但係贏波咧。贏波嘅時候好快又散咗喎，其實我覺得大家要去學點樣去即係話唔好再成日做勝利球迷咯，好咗好多噶啦，比以前認真已經。如果呢條片31號之前出到嘅話咧，大家就唔會睇到陣間我同大家講嘅新年快樂啦，係啊，咁大家睇到嘅就會係聖誕快樂，係啦，好，咁要着多件褸啦，大家，好凍，冇病。睇香港隊係一世嘅事，球場見。